迄三丁胖的公投8月23要投票，中选会今仔是办第4场的说明会，正方的代表是公投案的发起人，民众党的主席黄国昌，反方代表是20岁公民代表吴阿欣。黄国昌是批评讲，民进党政府错误的能源政策，人民得爱付出代价。吴阿欣是质疑黄国昌对核能的立场变来变去，嘛问讲核废料是爱安怎来处理，佮安怎来保证维持电站顶头核三厂的安全呢？核三中客公投第4场说明会，正方代表是公投案发起人，身兼民众党主席、党团总召黄国昌，反方是国民代表吴阿欣。黄国昌批评民进党政府错误的能源政策，互人民付出代价。相信家己2018年也因为反核，暗过伫国际措施之下，认为爱不是面对台湾需要一座核电厂。民进党不该继续采取把头埋在沙里的鸵鸟心态。台湾有97%的能源仰赖进口，台湾的能源供给根本毫无韧性可言。身为首投组20岁吴阿欣时表示，体认到核能风险会深深影响下一代生活，向黄国昌提出核废料安怎处理，甲核三厂伫断层带要如何解决的疑问。你们提案要在确认无安全疑虑的情况下重启核三，这里所谓的无安全疑虑是什么意思？我们又要如何做到？民众党在去年总统选举时提出的能源配比中，规划了2030年核能要占到10%。那就算今天核三重启，最多也只能供应3%至5%的电力。是打算要重启位于新北早已除役的核1、2厂吗？黄国昌引用台电的讲法反击，核一核二厂已经无延役的可能。佮批评民进党政府用核燃料棒坑3两刀来抢核人民，暗过无公开说明。目前已用相关科技解封，也反问执政党为什么延前处理核废料选址？我要请大家放心，用过的核燃料棒绝对不用放在你家里，干式储存的存放年限至少有40年。我经济部跟台电花了纳税人的钱，跑到芬兰、瑞士各个高阶放射物处置厂去参观，也签下了合作备忘录，来协助台湾规划接下来的厂址。这些只是政府刻意隐瞒，也不告知民众的真相。台湾的能源政策不能一再的重复过去的错误，也不应该把责任丢给我们和未来的世代去承担。今天，当黄国昌选择站在重启核三的那一边，难道是因为核废料的风险变小了，还是因为政治立场改变，风险就能够被接受了？已经一摆质疑黄国昌对核能立场改变，强调核电的使用关系社会正义，呼吁民众爱谨慎思考，各伫823登记出门投票表达意见。记者综合报道。